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周末关于房企最大的新闻还是国常会提出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是不是从侧面说明咱们房地产没有止跌回稳？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让它止跌回稳。如果已经止跌回稳了，那就没有必要部署更大的力度推动止跌回稳。那言下之意，房地产恐怕不像媒体还有很多炒房的人渲染的那样，或者接受到的，我们经常看到的，那都是各个地方楼市就非常火爆，日光，二手房又是连创新高，成交量。媒体什么时候把这毛病改了，那说不定楼市真的就见底了，止跌回稳。实际上，不仅5月份，进入6月以来，新房的销量可以说是进入叫冻结状态，这叫冰封期。我看有人总结15个核心城市这个住宅成交量统计，它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济南、青岛、郑州、武汉、南京、苏州、杭州、成都、厦门、东莞、佛山。6月份截止到14号，15个核心城市新房销量同比下降55%，这什么概念？这就是断崖式下跌。这个是销量。我看有人在网上公布中国主要城市房价跌幅排名，它这个排名不一定准，但是很能说明问题，大家可以用来参考。它是国内主要城市房价回撤排名，截止到2025年6月，它这个回撤是以这个城市这个房价最高点算起，到2025年6月，它已经跌了多少了？你比如说以北京为例，它这个房价最高点就是2017年6月，这个我一直在节目里经常介绍，因为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还在梦中，结果当天晚上好多邻居都跑到就像疯了一样，跑到各个售楼处买房，我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他们说北京市限购，限购不限购跟我也没关系，我也没打算买房，但是有人他打算买房，有人准备炒房，那个时候情况特别紧急，炒房的人他们从内部得到消息说要限购，他们就以为房价要涨，都限购了吗？过去你们知道吗？越限购房价涨得越厉害，越什么提高首付比例，越提高利息，但是房价越涨，所以按照这个叫路径依赖，所以他们一得到风声，马上去把北京的各大售楼处都给围满了，连夜去买房签合同，结果就挂在最高点，成了山顶资本。2017年6月是北京的房价最高点，但是说是平均价格。以北京为例，8年以后是2025年6月，北京的房价回撤17.7%，也就是跌了18%，将近2成。还是那句话，不同的项目不太一样，但是它平均就跌了这么多。这是北京。上海最高点是2021年7月，那么4年以后，它现在的跌幅是20%。你这么看，好像北京还扛跌一点，跌了8年才跌18%，这个上海跌了4年，跌20%。所以我们不能光看上海那个日光盘，每天那个都是5千万一套的、7千万一套的日光，实际上是整体的房价已经悄无声息的跌了20%了。我们再看看这个网红城市杭州，过去网红城市杭州的房价最高点就是2021年7月，那跟上海同步，它到现在4年时间跌了30%。这个大家还记得吧？我在2022年大概是不是天天说，如果你在过去网红城市杭州，你失业了，你手上有套房，你赶紧把那房子给卖掉，跑到郑州去买套房。你杭州100平米的房子，你至少能卖300万，你到郑州买个100平的房子就100万，你剩下200万存银行，对吧？再拿10万块钱买一辆比亚迪，开网约车，快活似神仙。你看看现在，从我的建议到现在，杭州的房价平均已经跌了30%，3折没了。要是当时300万的房子没卖，现在就值210万了，90万没了。我们再看郑州，郑州这个国际大都市，郑州也没少跌。郑州的房价最高点出现在2017年8月，搞得跟北京还同步。2017年8月是它的最高点，那8年以后，它现在是跌了47%。郑州的当前的房价均价是9322，它最高点就是2017年8月是17500，它是均价。实际上2022年的时候，郑州的这个均价也就1万多一点，也就是说从2022年到现在，郑州房价也在跌，但是它已经跌不动了，它1万多一点跌到9300，你看它9300再跌到8000，那更难，反正越往下越跌不动，它主要泡沫阶段已经没了。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把杭州的房子卖掉，300万的房子卖掉，你跑到郑州买个100万的房子，你现在也就赔了10来万块钱，但是你在杭州你得赔90万，你这就相当于这三年你少损失80万，关键你还开了3年的网约车，你这得赚多少钱？但是我看这个表格里面，郑州跌幅倒数跌是第2大。
跌幅第一大的是排名第一的是温州，它是2011年房价是最高，当时的房价是27000，那么现在的房价是12300块，所以它的跌幅是54%，是真正的实现了腰斩。全国跌幅最大的是温州，它房价最高出现在14年前，跌幅最小的是乌鲁木齐，它的房价最高点是2021年4月，当时的房价是9800，现在的房价是8400，它跌了13%。北京排第二，上海排第三，就是跌幅最小。那深圳呢？深圳房价最高点出现在2021年2月份，当时均价是80500，现在深圳的均价是56300，跌了30%。房价这样的一个跌法，多少财富灰飞烟灭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它还是结构性矛盾。有的地方房价它一直在涨，有的城市、有的位置、有的区位、有的项目恐怕一直在涨，那是极端个别情况，大部分房子都在跌，你应该这么理解。所以说，国常会提出要以更大的力度来促进房地产的止跌回稳，数据就摆在这儿，不由得你不承认。我们过去经常说，房地产火热的时候，大家都反对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绑架了国民经济。4、5年前，大家都是这个论调，都知道房价这么涨下去肯定不行，不把国民经济都绑架了。那个时候大家的这个观点就是叫一经落万物生，房地产如果倒下了，其他的制造业各行各业都会得到发展，甚至连胡适都会得到资金，胡适都要涨。当时的观点不是这样吗？但现在你看看，5年过去了，一经落了，这个经是死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万物生，该死的他死了，该生的他没有生了。我们有多少人在5年前都盼着房价跌了我好买，但是如果这些人扛到现在，他更不敢买，还得等，你跌了我也不买，你不买我不买，加速这个房价下跌。6月13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5月份企业新发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2%，比上年同期低约5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比上年同期低55个基点。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按揭贷款的利息还可以降，毕竟你3年期的存款一般的只有1.6%了，你给他按揭贷款搞到2%，银行还有的赚，这样也减轻一下韭菜的压力。否则你说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那怎么叫更大力度？我觉得这个就算是实实在在的更大力度。你现在平均的是3.1%按揭贷款利息啊，你给它搞到2%，这一下力度够大。你100万的贷款一年就少1万块，一个月将近1000块，你要贷款个300万，你想一年就少还3万块的利息，一个月就少还将近2000多2500，这个很多韭菜一下压力就小多了。你现在温水煮青蛙似的，10个基点往下降，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加息快得很，你降息那么慢不好，不如一次降到位。那毕竟日本的按揭贷款好像是1%以下。平居这居住大数据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5月10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市场均价13956元每平米，环比下跌0.53%，同比下跌3.53%。10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均价下跌，环比同比都是在下跌。整体来看，今年前5个月100个重点城市房价这个均价为13956元呢，较2024年下跌4.58%。100个城市二手房价格都在跌，均价充分说明去年9月份的救市政策它的影响已经结束了。如果现在不出新政策，那它就是自由落体，像断了线的风筝，所以马上就要出政策。所以广州先出解除限购，网友说广州裸奔，问题是裸奔有没有用？你没有提高韭菜收入。最近由于房价暴跌，业主和银行之间关系比较紧张，还有烂尾楼导致了业主跟银行之间产生矛盾，断供断贷，那相关的维权活动也比较多。大家看一段视频。谁来了我都还不了，当初我已经把房子抵押给你们了，对吧？你给我批贷款的时候，你们行也是层层审查了我的征信，拿我的企业经营状况，还评估了房子的价值，也判断了我后期的一个还款能力。谈完这些之后，你们才同意把贷款贷给我的。我现在生意失败了，还不上这笔贷款了，你们把房子拍卖了不就好了吗？我们的借贷关系是不是就500万呢？你为什么还要对着我不放呢？是这样的，女士，你的房子它拍卖价格现在已经不够偿还你的贷款额度了。还有呢，就在法拍的过程中拍卖它是会产生很多费用的，那些费用呢，也是需要女士您自己来承担的。那目前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资不抵债的，女士。你别跟我扯，你们有没有算过？我当时首付30%，100多万，这么多年来，我每个月都给你们按时还款，没有逾期，加起来总共也有60、70万了。我总共200多万都打水漂了。我要是有钱，我还至于把房子给你们拍卖吗？女士，您这个房子呢，只是给你发放这笔贷款做了一个保证，贷权降到最低，
而你目前情况就是你的资产已经小于你的债务了，那这剩下的就肯定需要你自己去偿还的。哎，你这个逻辑根本就不合理，好不好？就比如我拿20多万的金条给你抵押，你认可了这个金条的价值，那如果说后面我还不起了，那这个金条是不是也是你们的？那所有的钱归你，你也可以卖，也可以拿去借贷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借贷关系是不是就两清了？从古至今，抵押它不都是这个道理吗？怎么到房子这里就行不通了呢？难道房子它就不属于抵押物吗？啊？女士，那你反过来，如果这个房子啊拍卖的价格它超出你的债务，那剩余钱我们肯定也会返还给你的呀。你别跟我扯啊！那如果说拍卖的价格能超过债务的价格，你觉得这个房子还轮到你们来拍卖吗？你们为了快点回款，你们是不是连债务人的死活都不管了？一拍8折，二拍7折，你们觉得哪个房子能拍出来那么多钱呢？拍卖的钱都不够了，你们倒好站出来让我继续还，那这是什么道理呢？高估了房子的价值，低估了房子的风险。把风险完全嫁接给我们了，这就是你们银行喜欢干的事情是吧？难道你们不是在做生意吗？做生意不是有赚有赔吗？这不是很正常吗？那凭什么银行只赚不亏呢？现在房子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不要来搞。首先啊，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很难说，看着有点像是摆拍啊。当然理它就这么个理。最近关于这样的维权还挺多，这种维权也开创了一种维权的新思路，养眼，这样流量大。是不是前不久有一个山东的一个小夫妻俩，那个女孩长得还可以，她就买了个很大的烂尾楼，天天就维权，天天拍段子，每天换一套服装。有网友说那是叫什么打擦边球，什么低俗维权。但是我觉得效果挺好，这样维权有流量，知道人多，完了还养眼。所以说以后维权这是一个新思路。以前维权大家记住了，都是搞老太太去，还是有点武力的意思，也就是我面对那些安保人员，老头老太太在那儿，你也不敢碰；老头老太太在那儿搞小板凳坐那儿，你拿他没办法。你要碰他，他就去医院。这多多少少都有点武力的意思，对武力的一种对抗。相对于叫武维，现在叫文维。这种维权好，这种维权反而引起更多的关注。你搞一老太太维权，确实看着惨兮兮的、苦哈哈的，观赏性比较差，很多人一看就划过去了。你搞个美女维权，你点赞量还高，看的人还多，好多人看热闹，围观的人多，这是个新思路。说到这个新思路，最近这个久未露面的中国文坛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啊，北京的这个叫金圈玩主王朔，好像很长时间已经销声匿迹了。结果最近接受媒体还有什么自媒体的采访，他的这个视频在网上很多，一下王朔又回到了大家的视线。王朔在采访里面，他谈到了这个房子，他到底住哪儿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住在北京三环边上，有人说是个别墅，说是他的前女友徐静蕾给他买的，但这个都是网上说的，我也不太清楚是别墅还是大平层。反正三环边上没有别墅，我的印象里，如果别墅那应该在顺义那边，或者昌平那边，或者通州什么温榆河那边，还通州康庄，这就是北京以前比较老的一些别墅区。重点不是说他这个房子，是说王朔，当然好像记者问他怎么看待生死吧，他大概这意思。那王朔说他女儿已经跟他说了，王朔说他就死在这儿，但是死在这儿，王朔也说了，不能死在这房子里面，得死在外面院子里面。为什么？他说死在房子里面，他女儿说了，影响房价，到时候房子卖不掉。这个王朔京城这个玩主叫一代风流，居然现在快70了，说身体不好，给人看着感觉是凄凄惨惨的，居然也要为死在哪儿操心了，死在这房子里面影响房价。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老年人住房或者租房遇到的困难。正因为有这样的禁忌，这个房子死过人，那这房子就不好卖，也不好租。那现在你说城里面人到底死在哪儿？都是死在 ICU 病房吗？都是死在医院吗？在医院抢救完不行，送太平间。也就是说，没有那种正常说躺在自己家里床上结束的，这种非常少。我记得农村的老人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床上。我有个同学给我描述过天津的这个风俗，说也是农村，他们的老人要去世的时候躺在床上，要么在输液，要么在插着氧气管，等到晚辈亲属该送的人都来齐了，在这个床前啊站了一圈，跪了一圈，然后这时候来一个大辽，大概就是红白喜事那种类似主持人，这个大辽在外面抽烟，烟一抽，把最后一口烟一嘬，把烟头往地上一扔，拿脚一踩，然后转身进房间，问人来齐了吧？有家属说来齐了。这个大辽就把氧气管一拔，说哭吧，就走了。这个农村都是死在自己家床上，所有的能来的下一代亲属后人都来送最后一程，好像是这么个风俗。但是城里面好像就不行，城里面有最后一口气，看着还行，肯定是送医院去了。除非那种就夜里对吧，晚上他突然死了，那这种是死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就引起了一个话题，这个
城里面人到底死在哪儿？完了之后，这个也死在家里，是不是影响房价？这是王朔说的，他女儿让他不要死在家里面，死在外面院子里。这让我想起王朔年轻的时候多厉害，多风流，对吧？多有文采，老了也难免受人摆布，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在哪儿死。即便那房子是他的也不行，这属于自然死亡，正常死亡，还不是那种凶案、他杀什么的，或者是自杀，这只是正常的生病、生老病死，就这个都不行。所以你想一想，你说谁愿意把个房子租给一个老年人？你就连自己的房子你都不能这么处置，你谁会把房子租给一个老年人住？那老年人万一住在里面嘎了，你说那个房子就贬值了。这就为什么老年人租房很难的原因。这就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你现在没有房子，因为你年轻，你还可以租。一旦你到了70岁，随着年龄增长，你还真的得有自己的房子。就王朔这种有个性的，他也不能跟这个命运对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